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0日，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周末关于房企的消息也有，你比如说富力地产他发公告截至2025年1月23号，约占纳入重组范围债务本金余额48%的协议安排债权人已同意提供指令，表示同意加入重组支持协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富力地产的这境外债重组有望达成这个一致，这公司又获得了一线生机。还有一个就是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它是1月24号发布公告说宣布押后清盘呈请聆讯。此次聆讯原定2025年1月27日举行但经公司与呈请人一致提出延期申请后，高等法院同意将聆讯日期延至2025年5月19号，又给他延4个月。也就是这个是呈请人和被呈请人共同向高院提出这个延期，那就说明双方协商又取得某些共识。进入2025年这才第1个月这些房企一个个的就等着跳水，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等着跳崖我们再看华侨城2024年年度业绩预计亏损70亿到90亿。这个华侨城可是央企1个月多前已经传出这个华侨城它到期债务没有办法兑付欠这个云南城投的钱，云南城投展期华侨城还是没有办法兑付也就是说华侨城都爆雷了。这可是央企这一年亏90亿，这什么概念？当然了，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结转项目毛利率同比下降，以及财务利息费用增加等原因所致。毛利率降低，那不就是打折卖房吗？所以说2025年不是说这些房企得到喘息，这些房企喘口气，不是的，实际上2025年是这些房企加速暴雷的这么一个趋势。我们再看这个房子卖不掉会有什么后果？财政部发布2024年财政收支情况。2024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090亿元，比上年下降12.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734亿元，比上年增长7.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57356亿元，比上年下降13.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48699亿元，比上年下降16%。本来2023年这个就是卖地收入就已经下降了，从2021年开始一路下降，2024年比2023年继续下降16%。我记得以前最多的时候好像是卖地收入是10几万亿18万亿，那现在5万亿只有4.8万亿。大家想一想，你少了这些钱，本来都安排好了，这些钱都要干什么？发工资、修地铁、修那个城市的道路、公务员、基础设施、城市绿化，结果这个钱没有了，那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老师工资发不出来，清洁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公交车司机发不出工资。很多地方公务员是叫保6争8，还有的是保3争6，就一年只能给你发3个月工资，有的甚至让你去贷款，给自己贷款发工资。这一切都是因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下滑以广州为例广州2023年卖地是1179亿，2021年呢卖地是1778亿，2024年广州卖地只有772亿，也就是短短的4年不到，这广州卖地收入就只剩下零头了，少了1000亿你说这1000亿他在哪儿补去对吧？这就像你的工资一样，你3年前的工资是7600一个，3年后你现在工资只有2600了，你说你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吗？万一你还有一个按揭贷款要还，那你不就暴雷吗？就这么简单，政府跟个人是一样。我们看看香港根据这个联合早报报道香港房价去年跌超7%，连跌3年。香港虽然利率降低和特区政府采取支持措施，但房地产市场却仍继续下跌。官方数据显示，香港房价去年下跌7%，已连跌3年。香港文汇报报道他说，开发商争相去库存，经济楼价料仍承压，受到全球市场多项不明因素影响，去年香港楼价走势反复向下。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全年楼价跌7.13%，连跌第3年，总计3年累计跌27%。香港这3年房价跌到了27%，这个跌幅可不小有分析指发展商也就是开发商仍有去库存压力，料今年楼价波动最多看升半成，也就是2025年这个香港的房价还要下跌
跌啊。那香港的房价下跌，你就想一想，咱们内地，咱也不说它跌了，你说它涨的可能性有。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说啊，重点城市1月以来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同比增长33%，增长了1/3啊。报告称，2025年我国楼市开门红，成绩优秀。1月24日，上海易居房产研究院对外发布2025年楼市开门红研究报告，说啊，2025年我国楼市开门红，成绩优秀，其延续了去年4季度以来楼市向好的发展态势，且具备全面性和可持续性。报告选取了全国20个重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在2025年1月1日至2021年的成交数据，以更好分析楼市开门红的行情。哪20个城市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合肥、南京、宁波、青岛、厦门、西安、长沙、重庆、佛山、温州、无锡、徐州、珠海和义乌。统计结果显示啊，说2025年1月1日至21日，上述全国20个重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558万平方米，同比2024年1月1号到21号增长了33%，上涨了1/3啊。这个就是统计的魅力。除了成交数据，报告认为2025年1月以来，住房消费等系列政策环境保持宽松态势，充分说明对住房消费的大力支持。全国地方两会在1月份陆续召开，在多地的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止跌回稳、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等成为高频词汇。这也意味着在2024年房地产政策调整优化的基础上，2025年将继续保持宽松的购房政策和环境，进一步促进住房消费的释放。其中啊，报告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个一线城市重点购房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并发现涉及限购、首付比例、房贷利率等领域的宽松政策将在2025年持续释放效益。这个易居研究院发布的这个报告，他说咱们2025年1月份是开门红，比2024年1月新房销售多了1/3。这个数据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只有说明2024年的1月份是楼市非常淡的时候，本来成交量就非常低，所以2025年这个成交量稍微多一点就增长1/3，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也先不怀疑这个易居的数字是假的，注水大家都知道2023年、2024年这个楼市基本上进入极寒，对吧？成交量萎缩的非常厉害，所以在2024年才出来很多这个叫强力政策刺激楼市那2024年下半年就9月份，这个政策的余温还在，所以它2025年1月份恐怕就多卖了几套，所以你一同比就33%出来了，绝对的量还是非常小的。1月24号，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公布1月至今上海1、2手房成交数据。春节前后往往是传统淡季，但是这一次新房和2手房都录得了同比2位数的高增幅。总体来看，1月份楼市延续了去年4季度企稳回暖的态势。去年全年1、2手住房合计成交27万套，同比增长7%，为近3年最高水平。也就是从上海这个单个城市来看这是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公布的数字，1月份到现在跟去年同期比也有2位数的增长只能说明2024年1月这个基数太小。以广州为例今天晚上一个网友贴出就是在自己朋友圈的那个截屏，该网友在广东佛山某小区买了一套5楼的电梯房2手房，就是买了一套2手房带电梯，5楼那它也不高一共就5层。这个房子是装修好的，一共78平米，价多少？总价29万，合着每平米才3700，也就是这是佛山的房价跌成这样，29万就买一套78平装修好，房产证都已经拿到手了。这么跌下去那很多人的购房梦实现起来就不那么遥远。还有一位住在增城碧桂园、凤凰城、云顶楼盘，这个业主呢就是属于那种山顶资本的。他说他是4万1平米买的，广州增城碧桂园，现在房价是1万3，也就跌掉了2/3，还剩1/3，这不就是膝盖涨？同样还是广州有位业主贴了一个帖子，说到底怎么了？房子这么难租？珠海一套学区房提前1月退租，广州2套房，一套2月租期到，另一套是租客买了房提前3月退。就这个业主他手上3套房，一个在珠海，一个在2套在广州，现在都是租客不租了，感觉年后这3套房都租不出去一下3套房砸在手上要租说珠海房价跌傻了，说卖好像也不是好办法，也卖不掉，还是想找人租掉，拿点租金。珠海的房子昨天约了2个人看房，结
结果是都没看上。人家为什么没看上？这业主啊都不想去问原因了，反正啊也是租不出去。说明什么呢？你看啊，你就是投资，说我这个房子啊我全款买的，那也是个麻烦事，就是你还得老得把它往出租啊。如果你那个买的位置不太好，那还不太容易租出去。广州的租金啊是连年下调，能租出去还算不错。很多房子你就是价格调了你都租不出去，因为现在啊租房的人越来越少，就在城里打工，大家赚不到钱，很多人都回家了，回乡下，人口流动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说来说去还是房子的供应太多啊。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套房子如果在你手上卖不掉又租不出去，那它就变成一个负资产，因为房价在跌，物业费你还得交啊，管理费你得交，它的价值不停的缩水，你每年还要往里搭现金流，所以这也很头疼啊。下面要说的就是农民买房，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报道啊，说为加快楼市止跌回稳，湖南多地联动鼓励春节购房。1月24日，湖南省株洲市湘西州住建部门先后发布消息，组织当地多家房企开展新春置业优惠活动，以鼓励春节购房，激发市场消费活力。在湘西自治州，自即日起至2月28日，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米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与此同时，该州从商业银行贷款、公共基金贷款、企业让利优惠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组织26家企业进行优惠促销。在湖南省株洲市，当地组织多家房企楼盘在春节期间纷纷推出新春优惠85折、特价房、送车位、送1万元购物卡、送1年物业费等购房优惠政策措施。你看啊，现在目光看准了，瞄准了这些返乡的农民，正好你春节回家给你优惠来买房。这个所谓的回乡置业啊，纯粹是楼市火爆的时候啊，房价在蹭蹭涨的时候炒作出来的一种需求啊。实际上啊，这返乡的农民工一旦买了房，冷静下来之后啊，都会后悔。为什么呢？首先啊，你农民工他的工作地点都在外地，都在广州、深圳或者是长三角，他一年就回来那么几天，对吧？满打满算不超过1个月，就那1个月他也住不了几天，那房子买了也是养老鼠啊，然后交物业费，不仅占用资金，而且还不断贬值啊。但是地方政府啊，咱们刚才都说了，他要发工资啊，他发工资钱从哪儿来，对吧？那么多编外人员都要费钱，砍谁不砍谁都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啊，他只能靠卖地，想方设法的再卖点，这叫路径依赖。所以搞来搞去啊，还是依赖土地财政。思来想去的，也只能啊，趁着这个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来宣传一波，来走一波量，来清库存呐。关于这个返乡置业啊，这个我看有个房地产频道啊，叫老杨聊地，这个 UP 主啊，他说春节回乡买房需担心，我看他说的就挺好的，而且啊，他谈的就是湖南岳阳的楼市，正好这是湖南多地嘛，这个要抓住春节促销，要返乡农民工买房。那我们看看这个老杨啊，他是怎么看待春节返乡置业？大家看视频啊。春节期间，各位朋友们返回家乡，有没有想到购房置业呢？过去10几年，每到春节期间就出现房地产市场当中的热门词汇返乡置业。很多朋友们在东部大城市打拼工作赚钱，然后去家乡所在地县城啊、地级市呀买房置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呢是大城市地区的房价比较贵，很多打工的朋友们确实是买不起，而家乡的县城、地级市的房价就便宜多了，一般只有几千块钱。返乡置业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很多朋友呢需要在老家结婚啊，需要婚房，或者是给父母买套房子在城里住。还有呢，大人们在外地打拼，小孩子留在家里面，他需要上学，而在城里有套房子是非常方便于上学的。但我估计还有部分的朋友们觉得大城市地区啊买房买不起，但不买房呢心里面又不淡定，又担心钱会贬值，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老家有套房子也算是完成了人生的一大夙愿。那么就当前这种全国经济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来看，有必要在3、4线城市买房置业吗？老杨先建议一些大原则。第一条原则，不要为了买房子而买房子，不要觉得有套房子就很有面子而去买房子，不要为了投资的目的而在家乡小城市买房子。因为能级低的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3、4、5线城市的房子呀，它的保值性比较弱。谈到这一点，我们就找个城市案例做些详实的数据分析。咱们就在中部地区，湖南
找一个地级市岳阳市来看看它的房价历史走势。这是岳阳的住宅价格的历史走势图，图中最早的时间段是2010年，岳阳房子的单价是4000元左右，之后震荡式的往上走，其中2014年、15年在全国楼市降温的背景之下，岳阳房价小幅的下滑。2016、17、18、19年，岳阳房价连续4年大涨，2019年达到每平米9746元。2020年楼市就降温了，之后房价就开始震荡式的降温。2024年，岳阳的房价跌到了6866，这个价格相比2019年的高点跌了30%左右。这个价格基本上跌回到了2017年的价格。从这个历史走势图呀，我们能够看出房价是波动的，有时候涨，有时候跌。但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10年的房子价格的总体涨幅，也就是拿2024年跟2014年比，岳阳房价累计涨了43%，年平均涨幅是接近4%。回顾10年，岳阳的房价每年上涨不到4%，这个涨幅呢，基本上接近于全社会的无风险利率，但它跑赢了通胀。过去10年，全国的通胀主要看 CPI 吧。总体上涨了将近20%，也就是看长期走势，岳阳的房价年涨幅超过 CPI 2个百分点。这还是过去10年，因为2016到2019年经历了4年大涨。如果我们展望未来10年，那我估计岳阳的房价年均涨幅可能会回落到3%左右，大概率只能跑赢 CPI 1个百分点。如果我们看美国，过去100年的房价走势，它的年均涨幅呢，也就是跑赢 CPI 1个百分点。所以这个结论非常明确，如果你是抱着房产增值的目的，抱着投资的目的去买房子，那我建议呢，可以考虑不买。但其实呢，各位老铁们都不傻，目前房价已经跌了3-4年了，很多人根本就不敢去投资买房子了，尤其是在低能级城市，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想当前还想在家乡买房子的人呢，都是有自住的目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你出于自住人买房，那就分2类，一类是非常急迫，你不在城里买房子你就结不了婚，这种情况也不用很纠结很犹豫了，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买房就行了。另外一类需求呢，不是特别急，等1年2年也不碍事。针对这类需求的话，我建议你再观察1到2年，因为据老杨的判断，全国呢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小城市的房价，未来1年呢还很难止跌，可能要到2026年甚至到2027年，这个房价才有可能会止跌。你晚2年买，可能会省5%到10%的购房成本，何乐而不为呢？其实这个老杨啊讲的还是比较中肯啊，也就是自住，你现在可以买，就是你不买就结不了婚，对吧？孩子上不了学，这种呢就要买。但是我还是给你加一个限定，就是你钱够，你不要贷款，不要借钱，对吧？一共呢房子30万，你一把就能掏30万买，那就买，对吧？也不用再，因为你不买，你孩子上不了学啊，你结不了婚呢，对吧？或者你相亲对象相不上呢。如果说啊你不是那么着急，或者说你虽然着急，但是你钱不是不够嘛，你还贷款，你还借钱付首付，还有装修等等啊，这种啊就得等，对吧？往后等1年，哪怕等半年再看看，你就发现你越等你越占便宜。你别看你省了10万8万的，你这1年你挣不到10万8万，对吧？你要攒10万8万的太难了。你看啊，这个观点都是我在直播或者我的节目里面一直提倡就是这个观点。另外啊，他这个视频里面说啊，这个 CPI 对吧？你要跑赢了1个点，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意义不大，你不要这么算。也这个特指投资啊，你要投资的话，你为啥跑到2线城市买房投资呢？3线4线，现在你跑到3、4线城市买房投资，就是低能级城市啊，买房投资已经不是个好选择，没有必要。为什么？就因为到时候它有价无市，你想卖不掉。就表面上看，你比如说岳阳，你有套房，你想卖出，你不降价，你卖得掉吗？这问都没人，谁买？都失去流动性了，那个价格没有一个资产没有流动性，有什么用啊？所以，即便是投资，你也打住，不要在3、4线城市去投资啊，你出不了手。还有一个农民工啊，我建议啊，回家盖房子也得小心。如果你的房子修补还能住，这2年尽量不要去盖。你花个20万去重新盖房，实际上农民盖房那是消费行为，那是最豪华的、最这个奢侈的消费行为，不仅占用你的资金，而且你1年用不上几回。
完了不停的在贬值，钢筋水泥呢贬值很厉害。现在这3年5年里，没有什么比现金更好，对吧？农民工打工赚点钱不容易，攒点钱。现在最保值的办法，就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存工行，扛过这2年。因为农民自建房啊，它的成本主要一个是人工成本，还有一个就是钢筋水泥啊这些成本，瓷砖这些东西，随着房地产的这个下行啊，这些东西价格还没有到底啊，钢筋水泥的价格还要跌啊，跌一半的人工成本、人力成本也会下跌。也就是说，你今年你盖一个200平的房子要30万，你明年后年盖恐怕25万就够了，就这意思啊。但是你要挣这5万块钱，要存这5万，这多难。所以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在外务工的，不管你干什么工作的，不管你是做格子间的还是出苦力活的，现在攒钱都不容易。所以看好现金啊，这我一直强调，除了北京、上海这种刚需房比较犹豫之外，比较纠结，其他地方完全可以等，对吧？你要能全款买房，那你就早买早享受。你能全款买房，说明你盈利，说明你赚钱能力很强，你存款的能力也很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